我已经路，外表看袂出，连公司面包本身收心才收有，想要一点久，丢丢洗的药裤，又不当路三后连路总落步。阮将那一支枪当村也能去，跳咧手一张手，钢铁的武术。来再咧一口气，我连开枪出刀，将棍棒兼一工路兵做客服。客服不是原来要为要我，强心健体我的心神之术。客服不是用来将人欺负，社会苦苦换来一生我苦。客服予我精神搁较纯粹，心无愧爱无着，无求好久。功夫不是拳头吃，是功夫。人生这世，怎人吃输拢功夫。是我已身躯，外表看袂出，连公司面包本身收心才收有。想要一点久，丢丢洗的药裤，又不当路三后连路总落步。阮将那一支枪当村民也能去，跳咧手一张手，钢铁的武术。来再咧一口气，我连开枪出刀，将棍棒兼一工路兵做客服。客服不是原来要为要我，强心健体我的心神之术。客服不是用来将人欺负，社会苦苦换来一生我苦。客服予我精神搁较纯粹，心无愧爱无着，无求好久。客服不是拳头吃，是功夫。人生这世，怎人吃输拢功夫。客服不是原来要为要我，强心健体我的心神之术。客服不是用来将人欺负，社会苦苦换来一生我苦。客服予我精神搁较纯粹，心无愧爱无着，无求好久。客服不是拳头吃，是功夫。人生这世，怎人吃输拢功夫。